位朋友，今日咧係8月15號，星期六。依家我係喺紐約法拉盛啊，紐約法拉盛啊，大家睇到啦。嗱，依度非常之熱鬧，呢個係法拉盛嘅十字路口，我間鋪頭就喺前面啊。我叫 Linda May 啊，我喺紐約做珠寶做咗24年，我嚟到美國30幾年啦，我1989年嚟美國。依度咧就係叫做紐約法拉盛，但係佢另外有一個好特別嘅名稱叫做海外華人嘅首都。點解叫做海外華人嘅首都咧？因為依度咧，你睇到啦，bubble tea 好密集，乜嘢行業都有嘅。Tiger Sugar， 喂，哇！呢啲鋪頭變化好快嘅，呢個半年唔夠半年，名人耳目，生煎包 ，OK， 因為呢度屋租貴啦，係咪？呢度可能咁細嘅地方就萬幾蚊，可能唔止都唔定 ，OK， 所以佢嚟呢兩間鋪頭都變化好大，好快就已經咩啦。嗱，依間就好生意啦，腸粉富源腸粉。法拉盛嘅日頭同夜晚都唔同嘅。日頭咧就多數係中國人啦，夜晚咧就好多老番，好多年輕人。點解叫做海外華人嘅首都咧？就係因為呢度商業集中啦。你睇呢條街都好多銀行啦，超市多，哇！你睇啲超市多，所以啲方圓3小時飛機嘅路程啦。依家啲買餸呢啲車大家知道係咩車？係買餸嘅，即係你買餸你唔可以孭個袋去啊，就驚偷嘢咯，所以密集，因為佢乜嘢鋪頭都有，銀行咧，我就喺依度啦，我哋喺2樓嗰間鋪法拉盛網珠寶鋪，我哋都冇打招牌，唔需要啊，因為我哋喺紐約已經做咗24年啦，24年，然後好，依家主要係通過網上啊，我哋依家目前咧網上嘅銷售佔咗我哋70%，佔咗我哋，即係以前我哋喺紐約做珠寶做咗24年，以前即係6年前所有嘅客咧都係喺 local， 即係當地嘅啦。但係自從我哋開始咗通過 YouTube 嚟做視頻嘅話咧，就依家70%嘅客都係通過網絡嚟買賣 ，OK， 所以就變咗本地嘅客係佔咗30%，網上嘅客咧就佔咗70%。點解係海外華人嘅首都？因為呢度商業密集啦，乜嘢都有，包括呢個包師傅，依家都好旺啊！曾經排隊排咗幾個月，依家先唔使排隊啫。OK， 咁咧就方圓三個小時飛機嗰啲朋友咧，佢哋1年最少會嚟法拉盛1次。今日我哋就有個芝加哥嘅朋友過嚟，咁咧就佢1年嚟幾次嘅。佢嚟呢度做下 facial 啊，做下按摩，食下嘢，咁都覺得值回票價啦。喺呢度乜嘢都有啊。同埋咧，法拉盛啲嘢係比其他細嘅地方埠仔，我哋叫做埠仔嗰啲嘢係好食好多啦。因為你有競爭先有進步啊嘛，係咪？你咁多鋪頭好大競爭啦，你必須出品有翻咁上下。但如果你喺埠仔啦，你得個一個埠可能得你一間鋪，咁你係即係冇任何嘅冇競爭對手，你係可以普普通通就 OK 啦。但係如果你喺法拉盛想生存就係好難嘅，因為呢度啲屋租非常之貴。我哋喺2樓屋租都成萬幾蚊 ，OK， 1樓好似依個包師傅屋租7萬幾蚊，我哋樓下3萬幾蚊 ，OK， 所以就如果你
冇優勢你係企唔穩嘅啊！一定你有啲優勢先可以企得穩啊！所以有啲鋪頭即係好多係半年之內已經換畫啦啊！所以我哋就做咗24年，咁我哋咧就有固定嘅客人啦，誠信專業啊！我哋樓下依家都生意都好好咯，好穩定啦啊！同埋啲超市就肯定係有生意嘅啊！好啦，咁請大家講國語廣東話嘅朋友訂閱我呢個頻道啦，多謝大家。呢度就係 New York 華人海外華人嘅首都法拉盛。今日淨係頭先影少少嘅斷咗線，得閒再影多啲啦。訂閱